来说是，谢谢阿丽。好，你帮我拿一杯啦。阿丽帮我拿一杯。你们20瓶喝完了吗？真后面的哦，后面的你们是来听歌还是来喝酒的？200块你们喝到饱。后面是不是我都认识啊？没办法那么多钱，给我记住。最近回台东，然后有很多想法，然后去写了一首歌，很好玩。歌名蛮好笑的，从小听到大。真的有请你们家对啊。真浓的哦！你们要帮我加冰块吗？很贵，你不知道吗？又不是啤酒。干了好了，先干回去。谢谢倒酒先生。然后每次回去都脑袋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梦里面就跑出来一大堆歌，然后我就把这首歌，开始是因为水往上流的关系的。你知道多兰有水往上流吗？然后因为很多人很好奇，他们在证明，他们想要证明那个水真的往上流，他们就会丢东西下去。本来都还好，很简单，丢叶子就，丢一些枯叶，后来枯叶都丢完了，开始采叶子。然后我那些那个种的灌木丛，那什么七里香被踩了，好可怜哦。后来他们越 over 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朋友呢，还开始丢石头啊，那是水往上面会阻塞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被堵住了，不能乱丢垃圾，懂吗？小时候老师都有教嘛，一直告诉原住民不要乱丢垃圾。你们有上过这样的吗？不要乱丢垃圾，打扫整理环境时间，那叫什么？打扫环境时间嘛，20分钟嘛，男生都会分配到校门口跟厕所嘛，女生就很简单，在教室里面擦玻璃。扫地够吗？还是你们都没有扫过地？来我家社区打扫。真的还算简单的，那个盖很大房子那种，那个垃圾就搬不走。明年有更刺激的哦，那预告一下，明年兰屿核废料签约时间到期了。天哪，那个垃圾要丢哪里？怎么办呢？好，你不用用你们的选票去证明这件事情。不办啊，想办法处理那个垃圾，要不然兰屿那么漂亮的地方，致癌率好高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讲那么沉重的事情？对不起啊，你们不应该担心核废料，我担心就好了，因为我离那边比较近。好，这首歌，不要乱丢垃圾。